二次方程就係一個最高次數係二次嘅多項方程。喺呢一個方程裏邊 ，A 呢就稱之為二次項係數 ，B 呢就係一次項係數，而 C 呢就係常數項係數。其實如果我哋將二次方程畫出嚟呢，就可以得到一條曲線，我哋會叫佢做拋物線。原來呢條拋物線嘅形狀呢，同 A、B、C 都有好大嘅關係㗎喎。圖中嘅拋物線呢，就由3點嚟到確定嘅，而拋物線相對嘅二次方程係數呢 A、B、C 就會喺呢一度顯示出嚟。大家試留意一下，拋物線開口嘅方向同二次項係數 A 有啲咩關係？冇錯啦，當拋物線開口向上嘅時候呢 A 就係正數；而當開口向下嘅時候呢 A 就係負數。再留意下常數項係數 C 對我改變拋物線同 Y 軸交點嘅時候 ，C 會點樣改變呢？C 嘅值呢就會同呢一個交點嘅 Y 值一樣，而呢個交點呢就叫做 Y 節點啦。而家我哋再睇下，當 B 不斷增加嘅時候，嗰個拋物線又會點樣改變呢？當 A 係大過0嘅時候呢 B 不斷增加，拋物線呢就會由右移向左邊嘅。我哋對二次方程最感到興趣嘅，當然係佢嘅根啦。二次方程可以有2個不同嘅根，一個重複嘅根或者係冇根嘅。根嘅數量呢，同二次方程嘅判別式數值係有關嘅喎。呢一個就係二次方程嘅判別式啦。圖中判別式嘅值呢，我哋會喺呢度顯示，而下邊2個呢，就係2個根嘅數值啦。咁我哋而家睇下究竟判別式同呢個根有咩關係啦。當拋物線啱啱接觸到 X 軸嘅時候呢，判別式嘅值係0，而2個根嘅值呢都係一樣嘅。當拋物線接觸唔到 X 軸嘅時候，判別式呢就會細過0，而且2個根都唔存在。相反，當判別式係大過0嘅時候呢，2個根都會存在，而且係唔一樣嘅。根據呢3個情況，我哋就可以利用判別式去到判定二次方程有冇或者有幾多個根啦。好好記住啦。